主后2026年4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赞上主的慈爱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6篇到118篇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116篇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。伊压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叫上主的名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有恩惠，有公义，阮的上帝有慈悲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，我凄惨落魄的时，伊有救我。我的心神啊，着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直有在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互我下骹无搁跋倒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继续伫活人的地生活。我虽然讲我受极大的困苦，我犹原信靠上主。我捌着急讲，人拢虚假，袂可得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对上主谢我的愿。上主看伊成的子民的死，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你女婢的囝。你已经透开捆绑我的锁。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主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殿的埕内面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谢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117篇。万国啊，着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着学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。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118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，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，人袂当甲我安怎？上主为我做我的帮站，我会看到我的对德受报应。找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人较好。找上主做避难所，比瓦克统治者较好。列国甲我包围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包围我，对四面围困我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亲像蜂甲我包围，亲像火烧刺皮安尼烧我，我奉上主的名甲因剿灭。因出力车我，互我险跋倒，毋过上主帮赞我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，伊甲我解救。伫上主子民的布边内，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。上主的正手举悬悬，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。我袂直到死，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主的作为。
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跌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去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的殿祝福你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，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上赞上主的慈爱。诗篇117篇只有2节。美国牧师作家华伦卫斯比伫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册中为本诗写安尼的主题：简短，但是深邃。这提醒咱，是毋是伫生活中的真侪小事顶面看见上帝的作为，搁为着这献上感谢。当咱留意上帝踮咱生命中的作为，就会发现伊的恩典是偌尔丰富。因为安尼，咱爱亲像诗人共款，让世间人见证上帝的慈爱偌尔啊坚强，搁呼吁世间人爱上赞伊。第2节上半句是，因为伊对咱施大慈爱，表达上帝的慈爱是丰富的，是大到无法度容纳装底，济到不计其数的疼。大伫原文有强壮、有力的意思。因为安尼，现代中文译本即句话翻译做：伊对咱的慈爱偌尔坚强，表达出上帝的慈爱毋简单、济搁大，并且坚强，无容易受摧毁。相对的，世间人对上帝的慈爱多半视而不见，也是轻描就过。世间人对伊的疼，常常因为环境起伏跟咧震动，亲像玻璃心共款，不堪一击，两者差异甚大。诗篇118篇的主题延续117篇，内容继续谈上帝的慈爱。诗人详详细细孝顺上帝永远长存的慈爱。这首诗头尾呼应讲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基督中，诗人见证这位慈爱的上帝，捌伫急难中拯救伊。当受敌亲像蜂规阵围塞，对性命北方来围困伊。伫迄看起来毫无机会、无出路的绝境中，诗人因着倚靠上帝能力，通赢过一波搁一波的攻击。伫基督中，诗人讲着上帝的慈爱安怎向伊彰显。伊讲：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跌到死。诗人因为做互上帝惩罚，却无怀恨在心，反倒发愿要活落去来宣扬伊的作为。显然，
世人明白伊得罪上帝，知影所受的惩罚是你当承受的，因为安尼坦然接受惩罚，搁将这看做上帝的慈爱。这种觉察，就亲像保罗的见证。不过，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，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原本咱因着罪，需要付上死亡的代价。上帝却使白白的恩典，互咱店主基督耶稣的性命呢，通得到永恒的性命。安尼的疼，颠覆咱的想象，也超出罪人的预期。莫怪世人伫经历上帝重发性命，还通存活的时，会当痛改前非，搁决定将性命献予上帝，诚做见证救恩，上赞上帝奇妙恩惠，引带众人向上帝献上感恩的人。若安尼，你咧？日想，我捌伫倒一寡代志顶面经历上帝慈爱甲信实。我捌伫倒一寡代志顶面经历上帝慈爱甲信实。咱来祈祷，信实慈爱的上主，感谢你伫我面对各样危难的时，互我通得上主恩的滋味。伫看若像走投无路的环境中，你爱我仰望你的慈爱，互我看见盼望。主啊，感谢你转变我的眼光，互我无看环境的艰难，是持续仰望你的作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